这里是 HSK 标准课程第1集的阅读课文，我是嘉浩นี่เป็นเสียงอ่านบทเรียนหลักสูตรมาตรฐาน HSK โดยข้าพเจ้าเบาเทพวงศ์第4课，他是我的汉语老师。生词：一，他；二，谁；三，的；四，汉语；五，哪；六，我；七，呢；八，他；九，同学；十，朋友。课文1，在教室。他是谁？他是我的汉语老师，他叫李月。课文2，在图书馆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，你呢？我是中国人。课文3，看照片。他是谁？他是我同学。他呢？他是你同学吗？他不是我同学，他是我朋友。第5课，他女儿今年20岁。生词：一，家；二，有；三，口；四，女儿；五，几；六，岁；七，了；八，今年；九，多；十，大。课文1，在学校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3口人。课文2，在办公室。你女儿几岁了？她今年4岁了。第3课文，在办公室。李老师多大了？他今年50岁了。他女儿呢？他女儿今年20岁。